俄乌战争伫咧后个月特别满2冬啊，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金线一直拢卡掉咧。北约组织的秘书长29日去访问美国，呼吁国会要赶紧通过支援乌克兰的预算。伊嘛讲到中国当咧关注美国甲北约组织的反应，今仔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后日的台湾。 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29访问美国华府，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两个人针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表达坚定的支持。因为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预算目前被冻结，两个人催促国会赶紧协商。布林肯佫提起，美国甲北约成员国一直对乌克兰国防安全贡献真济，讲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免等偌久的代志。And whether it's military support, whether it's economic support, whether it's humanitarian support, the burden sharing that we've seen in the case of Ukraine has been more than exemplary. 斯托滕伯格点出北约成员国对中国的烦恼，伊表示美国甲北约安怎加油提供武器甲援助，应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关系到台湾未来处境。We see how China is repeating and spreading the same narrative about the war as Russia. How China has failed to condemn. The illegal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today it's Ukraine, tomorrow it can be Taiwan. 匈牙利外交部长伫同一天拜访乌克兰政府高层，讨论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族群的权利。乌克兰为2017年开始要求学校用乌克兰语教10岁以上的学生囡仔，互匈牙利批评剥夺境内匈牙利族群讲母语的权益，一直到2023年，因为要加入欧盟的压力，乌克兰才放宽这个限制。 Azt kérjük, hogy a kárpátaljai magyar nemzeti közösség azokat a jogokat kapja vissza, amelyekkel 2015-ben már rendelkezett. 欧盟顶个月针对援助乌克兰500亿欧元进行表决，匈牙利是唯一法国的成员国，地书进度卡掉的。不过，匈牙利政府这礼拜就表示，对使用欧盟预算援助乌克兰是持开放的态度。公司新闻纽安编译。